那要等出去啊！哎，我们还要到大
外地。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到底在哪里呀？哎，你做什么？我在找东西。你做什么呀你？到底在哪里呀？这位大姐，看你人是慌张，四处寻找，莫非是失了什么贵重之物？我家小姐失了贵重的东西，你家小姐，兰儿，喏，我的小姐来了。看自己，你泪我意，心生离，江路人间有温情，你是多有心思不若开眼，难开眼，红刀绿草梦情，喜欢他柔美的草，眼宽蕊更娇谁唱大那小生就缘字红，多谢公子。都是这块鸟呗，都我们在这里等了好半天呢。曾经在城外看到平的人，把公子一场换活人。我们晚上回家去吧。这个爸爸是个与我带路啊！去哪里呀？有一个木店啊！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！
只要李柳兄自由动唱，总比天色里还有一位美人呀！从前我与也曾预料，休开玩笑，啥人你开玩笑啊？阿妹嘛就是阿妹呀，她呀是我去给了水姑女，陪我母亲守卫命令。你说她是不是我阿妹呀？真是灵媒！哎呀，太好了！那我都不妹妹，她好什么好啊？哦，请问老兄，灵媒悄无放命，我们呀，青城路上也是他可能许配人前缘。婚事嘛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完美于怎么你？哦，刘兄啊，我自己要为陈世芳，女领队去烧香，他色罗牛背，我红光，心中的皮，莫强。前走见色马上，愿起所欲配龙王。懂了，懂了，你离去，他回家，郎才女貌，真想到。哎呀，梁师兄，这张姻缘嘛，就包在我的身上。你呀，就赶紧回家，准备聘礼，等着做新郎吧。做新郎，我的英雄，还要你告辞了。拜托了。阿妹，快来！二兄，我小妹出来有什么事么？恭喜阿妹，贺喜阿妹！小妹喜中何来？阿妹，你今日上香，可是遇到了一位桂花月背的男子？二兄是何知情？哎呀，他是我的梁师兄啊！原来是二兄的师兄哦。是啊，他专程跑来托阿哥做媒呀。红衣赤夜红鸾飞，
女儿家，怎么说他成婚？太母禀告爹娘，这个媒人嘛，我是一定要做成功的。外面好好去了我掉鸡，你掉哪 OK？没得的。你这血鸡没吐了的，你敢不看到？这个切鸡了，切了东西。就给他拍了去了。风呀，三问到底两问句，我问啊，是人两人情啊深啊，他用面冰上冷水水，人家去进东西哟，我家是雕。上下下，又是风，又是娘，你要的三个宝子，亲你好宝贝。娘，我是你娘啊，你太偏心娘啊！娘，怎么会偏心你？娘！我弟弟少主为谁想？门里显赫几柄好，今日将吕家女儿娶进府他讨，叫声天公王，天公王也是家公王，真为我贵州之宝。被他王天将心，这三宝子是为两家撑门面的。万一什么不去请你多知道，却把女儿的大事丢了。你姑姑娶进我这个做儿娘的，这是姑姑人生人情罢了。我宝贝女儿的婚事啊，为娘是千万在叫，都放在心上的。去年在京都，娘不是替你张罗过吗？家用的有言无知，不出而句。哼！我是弟弟虽然高明，一个美丽的才名，就让他下家扫到我营，家破人亡。我想都不要紧，以后你
弟在京都留行，为娘来家旅行，总要给我宝贝女儿许个门当户对的皇孙公子，才配得上我的好宝贝哟！你呀！夫人，我将来了。知道了，知道。你瞧，好好的，来，你上去啊。
几时远离秋风干，再去父母子女生子海，母亲能一垂，生子今莫难去。为生的父有几层，得亲那奸臣，报莫非他是为了养活自己？啊，娘子，你云魂之日，刘兄做大养活自言，小生谨记在心，就此告辞了。娘子，你初到我家，定有许多不便，尚有样子，何况对方互相就是有老草。娘子，夜深如晚，你无需关上舱门。娘子有其恶人，小生在书门了，也能安心自远送。娘子她怎么玩弄你娘子的为人真不挂，好似庙中的团圆，你呀无啥谁令千年万语去传闻，他对我无人说过三句话，思亲似笑，心伤情，有字虽然不能讲，待到他林花雨盈盈，来到我胡此得罪了他。今日子婿奉家亲，娘子园中同来赏月望，赏
不想大娘不能请来了我，大娘孙，大娘孙他是秀嘞。好好好，不想少得相逢有赏，也相逢。听得娘子一诺不，好似过来家常路，心自一段把情见他默念成风。娘子到底敌人原因，帮娘子死罪，既成夫妻，何必叹气？莫，我对他应啊尽力，他总是何必客气？我只得宽宽心，哎呀来来去，埋埋在我他家到里。娘子请来见礼，家母常意，父亲也罢。娘子请坐，随便坐吧。娘子此年差矣，神郎将王中有礼节，三世夫妻也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动世俗，同了礼仪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了？此次从前也礼，有礼不完，有礼不完，娘子请坐，同坐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肉体可安，饮食可好，养温可行，可见体无恙，不劳操心。你们互相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如何见家？见你众人都入房中，只怕要闷出病来。看这里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顾问得为小者，请娘子的来到上心啊！娘子，请依旨。你不是张谁知道，我何为意？不知还有何要事？啥不要事？我要为上去的。娘子，你三日不去，恰也难得些。既然机已到此，又何必去迂回吧？我请娘子再做题。娘子，你来我家已有3日，见你总是愁眉不展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呀！娘子正是平步行事，这生命经书尚需断谈，岂是闷得了神的？娘子，到底有何疑难之事，还是与我说明，我也好替娘子分忧解愁啊！夫人是与夫人啊是非常人意，非常是非常是有非常是
有非常事，只怕奈为我俩有事，听他言语常因此，难道他话中有数字？娘子不必一人，若是鸟才不离心事，你不是同来先家子。定往事比心思，就让我今日就当谢家子来猜猜娘子的心中事。你在猜吧。莫不是在我家亲居不是因，故儿心中闷丝，不好比马枪飞着红墙。于是梦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呀，为是梦不诚心，你忽然擦肩，他应生死。来起家，你身受委屈，奈那其次？令郎是身在高明为夫人，岂为得妻呀小辈生你一子？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得罪我娘子，灵媒成言又不是此次。
以我平生，娘子休要收起小生并非此意。我是一日生了夜望君娘子来过世，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那两有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今日里难亲娘子心中事。娘子，你的心知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
风吹不停要还原，怎知晓那年风去泪不息，越思越想，心思里娘子，请你救啊！上什么冤狱，都什么罪？娘子，娘子，娘子转来，娘子转来，娘子转来！哎，世上哪有你这种女子啊？一为儿去，一为儿老，我紧紧思上伤。看起来我前世修功必修道，今世夫妻奈我好。他既不敬对我死，我何必自己心烦恼？从今儿你过你的桃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。见娘子灵隐神神神气强，伤心困泪又淌，其中定有你难自。我俩为他苦中不能相认高，可是为王在出家，受我娘子真得了。我牌子好年去春回，十八家他的仇恨莫非娘子安才去？我还是为转四郎你在咦，我刚要回望，他倒在里面叹起气来。要是媳妇子谈情背后意，官人啊，官人！他当年从不曾叫我官人，背地里倒叫起官人来了。哎呀，这多少有趣啊！两次啊，两有四。喏，刚叫了一声官人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？兔子你把盘全记，翻天无案啊！
十川空来天荒人。
恰不知上元大追梦。这个大侠家有学子三用，却中良心太凶。人生我们家乡把事功，老不做不内梦。今日恍然醒大梦，从此前生连续高。两生啊两生，为我母亲。难怪他总在路门前，娘子那你这女子有胆快，做事应该三思量。因为听我没听见，咋被人知道你逍遥？你疯的不是造娘，两有叫啊两有叫，为我妹妹。那里见人两有巧，一年子见不巧，父兄长相与理想，情愿是寂寞娇，没婚不得人来喜，今算初不为你算知道，我想家谁算糟蹋一早高头你明看啊，两有四啊两有怎么骂到我的头上来了？我有什么好这一骂？弟弟，骂你为子两有事，他为何分言事？我亲身知情无虚，心中一点难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成夫妻同钻石。一朝一朝成泪的，我兄妹同工的了子，现在老这两只能为咱不点两声，三张腰上两有巧，在咱的
难怪他抱着李大子，我不懂他反而他枉为人间几乱子，他虽夫人我有情，我为他隐藏着披天事，金榜对他表心，欲恐怕吓坏了我娘子。亲自的回答，嘿，娘子开门，娘子开门，谁？牛子来了。我正在这里把剑着，他怎么会来了？躺着被他听到，娘子开门，开门，来了，来了。请，请来见礼，家不到礼不见也罢，请坐，随便坐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娘子开门的呀。夜来人静，来自这人。这位娘子一言不发，为转往来，我放心不下，故而得来请问娘子到底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天色不早，你还是回房安睡去吧。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在房内是言是语，不知娘子在讲些什么？我没有讲什么，我明明听见真什么语。娘子到底在讲些什么？我是在念经，念经。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乃是心经，心经你念错了，真是念错了。没有念错，那再念几句叫我听听啊。遇到是夫人念经，欲开无心，念多嘛。也是忘记了呀！哦，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气得你，娘我来念给你听。我不要听，你呀非听不可。关门男子放瓦镜。开着门，有人引动也看得清。娘子，你听了啊？爹娘
皇家，则因见君王，从此见得无邦家，全皆为恩师，我岂把与无必呀必须还王上。你在胡言乱语，讲些什么？哦，这个都是胡言乱语。好，我在念几句真正的真情啊！梁子龙，你这老臣，骂你见着梁子龙，不该上司把军龙，上几天子下个神探给我问，你谁太凶？你父子三朝更地日，到称我兄妹郭西东，可比关门杨满我恨不能谁成你这老金庸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呀？你不要再讲下去了，天色已晚，我要问谁了？慢，我还有几句最好听的后面的。梁有生，骂你公子梁有生，王位不多生言辞，几番绝情我不应，尽管阴阴放下死，嫁到你家为皇子，要分夫妻从宗室，云上阴生城内东兄妹二人得要子，先上今日两子龙，后生多言两生子，三生要让两月交，再上冤家两冤死。我自己恨不穿丝发，我母亲做梦做爱，我妹妹欲不动人，可我梁有事，也非到二妃子们又何等错得了你竟说也要杀我？真正气了死理。
不能将爹娘为臣夫夫妻走进四分文，你莫与母妹多走夜谈，似与风来带人。娘子啊，爹娘害你失知情，两表是愿做子不行人。哥哥，哥哥，弟弟心中内心，母亲命我送哥哥观看。弟弟要来接上金福寺，母亲示意叫你今日准备明日同生，明日同生，父母之命，哥哥还请送得好。嫂嫂，请你哥哥准备营帐，我要回给母亲去了。我留你一人在家，放心不下。我想你晚上不去公司的好，晚上你再不去，倒要啥子什么后来我想，你去之后，我还是回转刘家，等你死的回来再来见我。你看可好？是此甚好，明日一早我亲自送你回去。官司。
两分离，相爷为父。孩儿拜见弟弟。儿啊，罢了罢了，恭喜母儿，恭喜母儿！这祖上院内子一喜，心疼我又有大喜之事啊！弟弟，此话从何色起子？放水你去明言啊！南有秦王爷见母儿陪皇上殿，三分喜爱。你们叫母儿为君吗？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弟弟不能答应了。天赐为美，刚配王妻，为父当然答应了。可孩儿在家已去过菜了呀，哪有成言？糟糠之妻不下当，弟媳再去谁难当？列将问营门定地，将他休弃，有何放弃？功力不能行，通天大变四平常，是孩儿万万不从。儿啊，你好糊涂！放生母儿配糊涂，出发今做王土，你哭哪有秦王爷死亡母儿出去马，你就自皇当与两家有子开三考，从前世难两公。到那日你母子来讨饭，保得富贵了万户，有穷则身上，有点土门户，有病中疼痛，有理一岁关注，有死有拿，就是要拿我生命一关将他做眼前，不准他不飞扬，心不喜，喜呀天下事常光。弟弟，平生好人为人想，理应该出身保护祖宗良。上得正不许退三考，他不该上司把草稿。须知道七星之事难欺天，切莫要做件事不护世上。子
嘿，我将去天子为媒，去也要你去，不去也要你去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我此经无遭相援，官为无中遇当不乱草，送当不将中间分，扫地不乱是不闹，四次四道真为国。夫妻能财务做把天亮跑，这富贵用啊富贵是不好，倒不是寡官举婚私下道，冲出半龙飞车扫。这君人你无自信，一笔对笑。她正是夏家女儿夏云天，刚进府时就困他面，现在想来，至于那不是带去夏云你与三分相像。要不是我在公公房外听到他们说什么爹娘给你十字亲，我们还为着前生我在鼓励你，还是我儿聪莫名。他要是死不承认，我们也没人怕。所以这就拿他是早定侵犯，我们只需将他送官拷问，怕他不早。对，明这一招，送官举牌，送官举牌。开门，开门！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七千了天不应，洗镜子下难不生。老恨侧身推前线，却非愿意开表层。遗恨兄妹必相见，最来丧。相亲相爱不成。明明你故
我想你来此之人，相公您的旨正所想，好生侍儿大娘。我想不忍大娘走哎，故而偷得雅子前来相聚。我想他是相见，云呀便报你的大恩。大娘不必如此，趁此何言无人，快些走吧。我想大娘快走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娘不见了！啊！哎呀，我明明是不是他怎么能逃罪呢？是呀，我快我去找！我娘子究竟
还有这样天大的冤仇，要是早对不讲，我虽不做。
山东去就家避难，华王恩兄将我引中高赐官职，我们也好再续前缘。刘师兄，官司，阿妹子，那两人是谁是平心成良，可他父母与你都是四母之臣呀！我看我们还是要谨慎思考。你先去斗气，快去斗气来！刘师兄，我不叫你，你千万不要踩雷呀！阿妹，梁师兄，哎。梁师兄，久违了。你怎么来了啊？弟兄，我娘子可在府上啊？哎呀，他果然知道我阿妹来了。梁师兄，曹操，你母亲有病，已经把我妹子接回去了呀。哎呀，说是接回去啊，今朝可是闲来呀。今什么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哦，那小弟告辞了呀。哎，你我兄弟多少不见？来，坐下来喝杯茶，淡淡心嘛。咋给实在哈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哎，梁师兄，哎呀，你先不要走嘛。哎呀，来，坐下。我有话要问你，那你快讲来，梁师兄。你当初不肯到京城，今日里龙府榜上可有名？年轻人，哎呦，原来是常元母来呀！上元有什么好哦？快备好红冠，可呀给娘妹欢欢喜喜祝福人。我一个奇官了，奇怪，这又是为何啊？弟弟要王府招亲，定期争取。哦，原来你是为我阿妹抗婚娶婚，你为我阿妹讨贤臣，不算是从情同义，好乱臣刘兄，我真的要走了。他心急直奔必须讲，我叫不叫阿妹非闹情。刘兄，是小弟不能再耽搁下去，我真的要走了。慢，你一来就请我阿妹，幸福着就要告辞，何急何了，慌里慌张。哦，莫非是我阿妹她出了什么事？我娘子她不见了啊！我阿妹竟不见了啊！那她怎么会不见的呢？母亲奶奶将她聘回家中，又下到手。你这，哎呀！刘兄，不小心将她救了出来。哎呀，
我看你呀也不必太伤心了。嘿，新娘晓得我再来替你做一个媒，娶一个像我阿妹这样的小姐，你看可好？呸！我是娘子心没情，你却丝毫不睬。我不知今朝今日问，你发来全部领去亲。兄弟之情不断变，枉为同堂称自己，从此与你团圆。你往东来，我往西娘子，就是行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你呀！娘子，阿妹，快来！娘子你们夫妻上日做何打算呢？我想娘子远走高飞，对，这样绝不是绝律之意。这些银子你们带在身上，万事趁早离开的好。吕兄弟。